重工程啊，咱外围即摆咧较长咧拍拖吼，这就是咱金西镇啊，这无共款吼。所以讲吼，咱即个卡金吼，青卡金哦，绿色的卡金吼，这带两地金西一地上工吼，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所以讲伫遮看到咱这时阵，大家快乐，拢入眠咯吼。一件代志很重要，什么代志？就是火车的吹节嘞！你的鼓励性，上大的动力，上大的动力。各位，咱这好朋友，你的鼓掌，不要闲，唔通遐迄落安那伤过济，咱表演的团体，就是。趁你一个扑啊声尔，趁你一个扑啊声尔。咱这个中这位咱这个师兄伫咧拍着个相簿，相簿。咱8分开机高马奖伫咱网络顶悬即几科拢已经拢有两个focus，一位呢就是咱这个小朋友，伊叫妮妮，伊伫3岁时阵开始就拍滚头，咱等下伊即摆咧行吉时头后，等下应该嘛是拍个做一个表演咱有一个查甫的叫悠悠，大多看到伊迄只旗仔边迄只旗仔边说悠悠妮妮跟悠悠等下如果有机会找到上介好的表演，大家来去表现其实如果讲咱这好朋友手机咱退开，还心态咱8分开始讲咱这所有咱这个头旗你看这个虎虎生风虎虎生威这真正是无简单开宝靠旗了后，就是咱的歌刀，就是咱的歌刀。咱歌刀伫咱金西镇、伫咱上港镇内面，拢表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咱若看到咱的庙宇咧请火，咧挂火，咧挂香，也是讲咧开庙门，拢是由咱的歌刀照咱这个香道。也是咱开庙门了后咧，咱的庙门拢是由咱的歌刀咧守护条的。咱的歌刀非常重要的地位啦非常重要的地位。即摆在咱场中央即摆就是咱的金西金西的表演这是咱阮仔来含寮英雄奖，阮仔来含寮英雄奖咱的金西镇伊是额头金黄色的底啦，还有一只大只的蝙蝠啦一只大只的蝙蝠代表祝福。来，狮子出闸赐福万民。这个时间就是安那，拍一捧仔人鼓励一下。袂歹咧，咱英科老师都有迄个回音咧迄安可袂歹。
咱冰西个西甲山西甲山。好来，这看这个西段哈，这个小朋友西段，你咧干什么？咧人西哈，咧人西哈。你看我，都只不我得啦，哟。咱今仔有西段，无得较等下当看到西段的表演咯。哦，这毋是每一场拢有的。哦，咱西段的表演活得非常精彩。我听讲哦，那西段合作伙，因为咱拢会互相比拼，互相看啥物人较厉害呢？哦，来啊，来，我先吹者，哦，那个西段啊。哦，伊会模仿咱的西爱动作。咱一般吼拢知影，好爷公吼，为囡仔若较无好腰饲的，也是较白目的吼，拢会带去拜好爷公。咱若有金西镇的庙宇呢，有拜西祖、有拜太祖的吼，咱拢会带有太祖、带有西祖，迄个西祖吼，带去拜。哦，望咱西祖吼、太祖会当甲咱斗教是囡仔安尼。对了哈，大师斗小师哈，咱这个西段的这西头哈，我吹吧。来，咱这个西段小朋友拍者歌，鼓励一个。咱共囡仔会当佚佗做伙吼，咱拄啊西段是咱德甲港毛豆寮德安宫的西段，咱这只小狮子，来让咱的大师，这目前是咱本来来含寮英雄宫，咱的金西镇的，咱的金西话的少年表演。咱即摆咱的现场一个动作非常的感动。咱这小朋友伊着慢慢带着来手拢摸着一种花，大家拢可能袂记起，也是忘记了，今天是1年1度的母亲节。伫这嘛来恭祝咱所有做妈妈的母亲节快乐。咱提心在送在送看耐心咱再讲咱这朋友若摕到看耐心的会记起等下转去互咱的妈妈来讲一个母亲节快乐。来，咱所有
来这个所在，哦，好咱小朋友大家看耐心的哈。进行咧表演咱的过刀，咱的过刀，咱康乃馨有着咱本来来含聊英雄中，咱的小朋友，咱的叫咱的家长坐咧分享到咱现场的好朋友，现场的妈妈们，各位母亲辛苦了，今天是最温馨的5月母亲节，甲恁讲一下辛苦。这妈麻烦你开顶管哈，咱的司令台顶管分无要紧哈，要分迄个较耐心的妈妈哈，带着小朋友，咱看到迄个咱司令台顶管分无要紧哈。来，真声鼓励。感谢咱阮仔来含聊英雄中，咱的竞赛非常精彩的表演，非常精彩的表演。来是咱这个奖，看到了吉安乡竞赛进的超人。
非常感谢着咱本来来合聊英雄桥咱的王道明、王主任委员所率领咱的金赛丁咱的领队黄宏彦咱的教练刘信忠教练，以及着咱今仔甲换到了德安桥咱的主任委员黄玉文、黄主任所率领咱金赛丁领队的朱传平咱的教练王顺平，以及着咱8分开机五马桥，咱8分开机五马桥，咱的主任委员黄群山所率领，咱的足球队领队陈秋红，总教练杨信忠所率领，咱所有咱金赛丁小钢队的咱的队员，今仔日来参加着咱2021年台湾第一号西港跨乡新洲苗科咱的王石大典武兵大会师非常再一次感谢着咱8分开机五马桥咱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胡群山胡主任咱即个到换到了德安乡咱的黄玉文黄主委以及着咱本来来含了英雄桥咱的王道明王主任委员所率领非常感谢。